近日台南的十門溪口附近的海埔是出現一隻不明的船啊。迄當陣，這海巡署是懷疑講是去互海盜搶來的。這陣海巡署公布調查結果，原來是一個逃亡去中國18年的通緝犯偷駛船啊，轉來，測試已經甲人抓到。台南十門溪口附近海岸頂日出現一隻不明動力小艇，迄當時海巡署檢判，親像是海上漂流物。經過多日調查了後，海巡署公布原來是一名潛逃中國18年的南國通緝犯，偷渡返來台灣。在4月4日，於基隆地區查獲這名非法入境的李姓犯嫌。根據調查，這名李姓嫌犯在18年前因為改造槍炮案，在通緝前搭機潛逃中國，全案在訊後已經依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移送台南地檢署。海巡署說明，南部分署3月25日到4點外，在十門溪口西方5.8個海里偵測到一個可疑目標。半點鐘了後，趕緊現場船頂無看到任何人，不過無排除任何可能，隨啟動攔截部署，也通報警方展開反制擴大搜索，各公布保全證據，小艇無以廢棄物處理。其他案件細節，徛佇偵查無公開，無方便對外公布。最近幾年，定團中國籍人士偷渡來台案件，其中以2004年中國查甫人吳宏勇駛快艇直往淡水河入境，上受到關注。想回去嗎？你愛台灣嗎？愛台灣。也毋過吳宏勇服刑期滿，以上收容屆滿150日上限了後，因為受限兩岸情勢無法度順利遣送，以收容代替出境佇台灣生活，也接受網絡媒體專訪講偷渡的過程。閣較有一名為廈門游水偷渡到金門的中國姓楊夢清，佇收容代替出境期間走去環島拋出影片，攏引起爭議。依法做成收容替代處分的中國偷渡犯約10多人，移民署均持續掌握他們的在台行為。當事人如在收容替代期間違反相關規定，移民署可依法以新事由再予收容。移民署表示，目前會當佇法定收款範圍內對違規的中國偷渡客實施閣一擺收容。陸委會指出，後續會盡速依序修正移民法甲兩岸條例，和境外人士收容法制一致，避免形成國安的空棚。記者綜合報道。